大家好。嗱，過去呢個禮拜咧，美國無論係美股啊定係港股咧，其實咧都應該係4月份以來咧係最波動一個禮拜。如果就咁睇，究竟驚唔驚嘅話咧，睇呢個 VIX 恐慌指數咧，就已經見到由前一兩個禮拜嘅大概15呢個低波動性嘅位置，去到今個禮拜最高去到28啊！咁其實咧通常咧去到30以上咧，個市場就會進入一個非常之動盪不安嘅情況嗱。喺呢個 channel 嚟講咧我最主要咧我係細沙啦，咁分享呢個投資資訊啦。其實咧喺前面嗰大概5-6個分享裏面咧，我已經清晰講咗點解我係會認為好大機會出現一個非常之重大嘅調整咁當然咧，現在究竟嘅調整夠大未咧？係絕對未夠啊！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美國現在三大指數道指、標準普爾500指數、納指同埋香港恒生指數究竟現在嘅情況係點樣？再加埋 Bitcoin， 今日講講呢4樣嘢如果大家中意我分享，我係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呢個純粹係投資相關嘅 channel 啦，分享投資資訊咧，絕對冇任何投資意見，純粹講我自己個人睇法嘅啫事不宜遲啦，咁講今個禮拜，其實咧大家係唔需要揾跌市元兇嘅。我覺得咧喺普遍嘅群眾嚟講咧，係會中意揾一啲原因，因為人咧係中意呢啲好似尋找真相，但係你發覺基本上冇一個係有說服力嘅原因，只係得一個原因，即係喺我角度嚟講，就係估值太過高基本上咧，點為之估值太高？如果中意睇，我睇翻我前面嗰幾條片，特別係講呢個股市空笑或者講呢一啲你認為佢評核呢個股市嘅估值太過高，加埋歷史數據去評核佢嘅時候，你就會見到當呢啲情況發生，其實整體嚟講咧，當轉弱都係會大跌嘅現在只係純粹噏啲數字俾大家睇，你以為已經係非常之恐慌，但其實呢，只係 BB 班幼稚園級別嚟嘅啫。點解基本上一個正常嘅調整呢，係每2年都會發生一次嘅，最少係必定會發生嘅10% 以上嘅調整係根本閒閒地。現在我哋睇三大美國指數，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S&P 500同埋納斯達克指數如果你係新手嘅話，都講俾你聽點樣睇呢3個指數呢，都喺度再同大家講講。道指其實只係得30隻成分股，佢係包含咗好多傳統行業，當然亦都而家開始有啲新嘅行業啦，包括有蘋果啦、微軟啦、Nvidia 或者 Amazon 但係佢亦都有好多傳統嘅行業譬如話呢個Goldman Sachs JP Morgan Caterpillar 好多嘅唔同嘅行業都會有譬如話聯合健康嘅 UNH 等等佢其實咧係一個係以一個股價作為呢個成分去推算嘅股指嚟嘅好唔好太複雜嘅嘢我都唔講住啦。不過純粹係講道指係一個比較傳統嘅股份，傳統股份比較多嘅，所以你見到佢只係從高位48,000點鬆啲咧，其實只係跌咗4%嘅啫，係4%係好濕碎。標普係比較多少少嘅，標普咧係跌咗5.5% 左右啦。最高咧係6800至6900點呢個位置。跌得比較多嘅係納斯達克指數，好容易理解到，因為納指咧 beta 比較高。咩叫 beta 咧？就係或者佢波動性相對比較高啲，而且佢係以科技股為主，所以佢估值就係相當高嘅，從來都係比較高啲啦。平均以往10年都係28倍，咁現在喺大跌之前最高係40倍。聽清楚係40倍，即係比平均高咗3至4成以上咁現在從最高位呢一個24,100點到啦跌到而家22,200點都其實跌咗只係8點幾個 percent，10% 都未到，但係外面好多人已經哀鴻遍野因為其實佢哋買嘅全部都係納指科技股，甚至係一啲極度高 PE 或者係一啲發夢股，譬如嗰啲無人機掘礦股或者嗰啲機械人股或者嗰啲好似 Rocket Lab 嗰啲或者嗰啲咩火箭股whatsoever 係唔重要嗰啲股咧基本上咧係缺乏
盈利基礎亦都 fundamental 係相當之係令人懷疑嘅嚇。大隻啲嘅，譬如幾千億嘅，好似 Palantir， 我之前拍片有講過 Palantir 直情高市值高到離晒大譜啊，係嘛？跌咗2成，從最高位係嘛，落到150幾蚊，最高200幾蚊，落咗2成落嚟啦。咁究竟仲會幾多咧？唔知啊。不過佢估值修正係根本係一個正常到冇得再正常嘅情況，就好似一個大肥佬咁樣，喂，你唔減肥啊，梗係三高仲會爆血管啦，係咪先？咁但係現在，喂，你開始瘦身，根本上只不過係一個 restore to balance 嘅情況嚟啊。嗱，咁講恒指啦，恒指今年最高現在係27,000點，相信都係年度最高啦，好大機會呢3個指數加埋恒指都係年度最高噶啦，已經見咗。嗱，恒指從現在25,000零點啦，係從最高位咧跌咗7點幾個 percent。嗱，其實恒指咧相對嚟講咧估值咧佢冇咁貴，因為佢中間撈咗好多咁嘅大型嘅中資嗰啲，譬如話就係中移動啊、建行啊、工行啊、農行啊呢啲咁嘅股份咧係撈咗落去嘅。咁加上咧中國其實咧佢嘅科技股咧始終咧個價嘅估值咧都係一路都係偏低，但係最緊要就係佢偏低啲都係比由低位升咗好多，加上咧咁佢現在出現一波修正好正常嘅，因為今年年頭其實都係講緊18,000、19,000點鬆啲，但係去到現在27,000都升咗成有3成有多㗎啦。咁嘅老老實實其實咧回調係好合情理嘅咁啊講咗呢個股指之後咧，就係講究竟點解會咁樣嗱？譬如話講美股先講啦，大家咧要見到媒體咧有好多人講咧就係話喂 Nvidia 嗱，我係冇特登拍片講 Nvidia 嘅業績嘅，原因好簡單，因為基本上咧。大家只係關注嗱，佢數字係完美爆標㗎啦，講真譬如話個 margin 咧有75%比之前高咗啦，係咪先？而且 expected 嘅佢增長係60幾個 percent PEG ratio 其實都係1點幾啊。嗱 Nvidia 咧絕對係勁到爆標，冇朋友㗎，你勁到呢個地球裡面係嘛？咁之前亦都試過5個 trillion 嘅5萬億市值嗱，不過有個問題就係喂，咁點解？好似禮拜4嘅情況，佢升單日 gap up 5%，咁之後咧係單日倒跌收場。嗱，其實呢個情況咧，大家唔需要太過驚訝。喺進入大調整或者一啲熊市之前咧，好多時咧都係會調轉炒，好消息當壞消息炒，好簡單啫嘛。佢個業績已經完美到冇朋友噶啦，咁大家咪就係話冇唔知佢 AI 咧會唔會咧其實咧喺會計上咧佢嘅會唔會係discounting 咧係有問題啊？或者喂會唔會係佢第日咧嗰個 GPU 啊 Blackwell 啊 Blackwell 啊嗰啲晶片啊，喂會唔會出現一啲其實需求已經見頂啦？其實任你嘅論述係唔需要理嘅，只不過市場用一個好公平嘅情況就係佢大家有好多人見到現在突然間呢個Nvidia 升咗5%，單日就沽佢落嚟。其實因為就有好大量嘅沽壓喺上面掉出嚟，咁有好多原因嘅，係咪先？佢嘅估值雖然以佢嘅增長同佢嘅嗰個情況嚟講咧，係好合理咁，但係問題係喂，始終佢都係升咗一段好長嘅時間。現在會調整幾多，縮估值幾多，冇人知，我亦都夾你唔到但係其實佢用最高位200零蚊，只係跌咗10鬆啲個 percent， 唔係好多。只不過大家將個錢聚晒落去佢嗰度，所以佢嘅殺傷力或者你開埋槓桿嘅情況之下咧，你就會覺得哇大鑊咯！呢次真係山泥傾瀉咁樣，係咪先？你企喺下面望住個石頭跌落嚟，咁但係我從來都喺呢個 channel 裏面講，喂，你一定要控制風險嗱。其實如果你望你個組合裏面講你見到你嘅組合咧，我當以納指嚟講咧，不過大多人都要買科技股啦，買科技股亦都有好處，因為佢增長比較強啦。咁但係如果你嘅倉今個禮拜係比我頭先噏嗰4個股指跌得更多，甚至係3、4成、4、5成，甚至我見過有啲台灣嘅網民分享出嚟咧，已經係因為炒加密貨幣爆倉輸咗4000幾萬台幣嗱。無論係真定假都唔緊要，你總之你個 percentage 要公平咁對待你自己，做人一定要誠實，最緊要就係誠實對待你自己，你呃自己冇意思嘅。如果你嘅表現遠遠差過現在股指嘅話咧，咁咧就好明顯喺你嘅
揀股或者你買賣嘅時機掌握係出現咗重大嘅問題，人買你買你買得貴嚇，咁你喺低位你唔買，你買得貴啦，係咪先？我識有個朋友係咪先？見到 AMD 100蚊佢唔會買啊，佢去到240蚊佢先會走去追 AMD，咁你點解會240蚊呢？係咪先？嗱咁現在呢，好快速已經跌翻落去200蚊之下啦，係咪先？嗱其實呢，你揀股票係同時機係有直接關係。嗰隻股票硬好買到天咁高，一樣係跌死你嘅會。好啦，咁現在究竟有乜嘢要去關注呢4個股指？嗱，我唔講恒指先，因為恒指咧本身佢我亦都唔係主力係投資恒指啦，除咗房地產股啦，係咪？我亦都有講買咗亦都會睇好呢個可能中國嘅房地產會唔會即係見底回升啊？唔知啊，即係之前有拍片講過，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咁但係咧。主要講分析3大美國指數 S&P 咧，最主要都係 S&P 同埋納指兩個指數咧。其實現在你應該點睇？嗱，譬如我而家再分析俾大家聽。嗱，大家聽清楚就係 S&P 同埋納指。現在嗱，我之前拍過一個 Stan Weinstein 嘅呢個神級分析員啦，係咪？或者一個技術形態啦。喺呢個大調整之中咧，睇技術形態咧，係可以幫助大家去調整一下你清晰嘅思路啊！咁呢個思路一定要清晰。嗱，你可以見到現在 S&P 同埋納指咧，其實咧 S&P 會有傳統股票比較多啲啦，係嘛？咁咧佢嘅當然係52週新低嘅股票都係比新高嘅高少少。嗱，其實星期四嗰晚大跌咧，大跌嘅52週新低嘅股票咧係多過新高咧，係成10幾20隻嘅。咁納指咧就完全係失控㗎啦，個情況已經係完全擺明係轉弱咗㗎啦。納指現在創新高嘅股票係70幾隻，而創新低嘅股票已經係150幾隻，係1倍有多㗎啦。而且個數字咧係從我第一次拍片嘅時候30-40隻，現在咧創新低嘅股票一路咁向緊上。而禮拜四50天平均線上面嘅百分比 S&P 大概係40幾嗱。納指係34，但係 S&P 其實都唔係代表佢係好嘅喎，因為咧喺禮拜四大跌嘅時候咧，佢嘅50天平均線上面嘅比例其實只係得34，只不過因為禮拜五咧嗰晚咧係反彈咗接近1%，所以可能咧睇落去情況有少少舒緩，咁但係唔代表佢係咪已經見底，係冇任何息路見底㗎，只係見到大家兩個指數都係向緊下。嗱，如果我哋咧今日 Advance 再同大家講講。就係呢個30週平均線。嗱，呢個30週平均線嘅價錢咧係非常重要。先講 S&P 500，S&P 500嘅30週平均線位置係大概喺6450點。嗱，6450點即係距離現在6600點大概係有接近200點啦。你當200點即係其實係3% 鬆啲嘅比例。如果 S&P 跌穿呢個30週平均線，而嗰啲如果佢跌得穿啊，當然上面50週平均嘅比例啦，或者創52週新高新低嘅比例，你一樣會繼續惡化㗎啦。如果跌穿晒嘅話，就完全符合就係 Stan Weinstein 跌入第4 stage 嘅一個criteria。因為當你跌入第4個 stage， 即係話市場好大機會係會繼續一個調整，係未見到即係會更加確立佢係進入一個調整。而6450點只係距離3%，所以相當近。而納指大概現在喺22200點度啦如果睇翻，大概都係21500至21600呢啲位置。嗱，其實咧都係講緊4%、3-4% 到嘅啫唔係話好遙遠嘅事嚟嘅。30週線咧呢一個咧係非常準確嘅。而我咧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埋喺過去嗰一段時間，譬如話2022年嘅大熊市，當時候咧大跌穿咗30週線之後咧，係一路向下殺多好多。納指當時係有大概1月開始跌到10月咧，係足跌咗33% 先見底。所以你可以中間可以思考到一個問題就係、哇！如果佢照要跌多30%嘅話，咁啊大鑊啦！現在先係跌到8%，即係從最高位咁所以咧。
現在係未見到有任何嘢，所以我係絕對唔建議大家任何現在係進行撈底，係千祈唔好撈底。雖然我已經見到 Facebook 或者有好多其他嘅行家呢係會叫啲人去撈底，但係我係絕對暫時唔建議。恐慌指數亦都未超過40只係28即最高去到係嘛，完全未去到極端恐慌，同埋個市股指都未跌到去過分係低未有高值博率，根本上係唔值得去買入㗎我想講埋咧，最後咧另一樣嘢就係、大家係需要必定去理解到，究竟現在任何時候你都要有個心裏有把尺，究竟現在股指從最高位跌咗幾多 %？ 因為嗰日同有個朋友傾開，佢連大概由嗰個歷史新高係幾多佢都唔知而幾多新高你唔知，咁你又幾時買入去？你而家根本冇辦法量化到你買入去嗰口價係貴定平。譬如我係要喺20%跌咗20%，譬如話24,000點跌20%，即係跌480點係咪先？啱唔啱？sorry 係4800點先啱。咁起碼你都有心中有數係咪先？而你點樣計出嚟呢？你都一定起碼你都要知道點樣計算嗰百分比啊！如果你唔知道嘅話呢，基本上呢係可以問下 AI 嘅係咪先？現在有咁多工具幫你，千祈唔好有藉口，唔好憑你嘅 gut feeling去覺得跌咗啲我就買啦。嗱，呢樣嘢呢係非常之錯，亦都點解咁多人輸錢？點解啲人呢計埋啲死數，譬如計埋啲 coupon 有冇5毫子 refund 啊，或者我買咗個雪糕有冇得買1送1啊？佢哋係諗爆頭呢，就係因為慳埋啲嘢㗎。你唔係都會點解會見到小資嗰啲信用卡積分會咁多人去換啦？但係買投資或者任何嘢，佢哋咧係完全唔用腦，直接買。嗱，呢個世界咧唔用腦咧係一定會害死你嘅，根本上係你亦都冇辦法去怨，因為你基本上係冇去細心去話好運用你得到嘅資源亂咁掉落去個股市度，就覺得自己係識啦。咁基本上你係完全唔識嘅，所以你被大戶食咗你，成為羊菇係理所當然嘅。嗱，最後一部分。真係最後一部分啦，講 Bitcoin。Bitcoin 真係大鑊啦！Bitcoin 星期五嘅時候喺盤前最低係跌到去8萬蚊。其實咁即係話從最高嘅跌咗幾多？大概係12.8萬左右呢個位置跌到去8萬。如果我哋睇翻，大概係跌咗超過30%。以 Bitcoin 呢種高 volatility 嘅投資項目嚟講，30%即係其實咧就唔係話啲乜嘢大鑊嘢嚟嘅，但係 Bitcoin 如果你睇翻佢每一次週期，因為咧其實 Bitcoin 係一個我唔係太過專門嘅理解啦。不過咧佢係有一個叫做譬如話咩供應減半啊，或者佢每個有個唔知點樣週期，你見到好多講玩炒不幣嘅人都會講呢一種嘢，就係佢哋有自己嘅週期。其實世間萬物股市有週期，半導體有週期 ，Bitcoin 或者加密貨幣有週期，呢個係好平常嘅事。今次好大機會，有機會係進入咗下一個調整嘅週期。如果你睇翻上一次最勁嘅調整週期，就係喺2021年進入2022年。見底大概由69,000蚊跌到去18,000蚊，即係跌咗70% 左右啦。你當咁所以話喂係咪一定會發生呢？唔知，但係前幾次無論2018年啦，或者再前啲嘅情況，Bitcoin 調整超過50%呢，係家常便飯過去10年。所以你千祈唔好以為你跌咗30%就可以買。如果我覺得最穩陣嘅情況。你係想買 Bitcoin 其實我個人都係想買翻少少 Bitcoin 嘅 ETF 坐喺個盤度，但係到今年為止一路都冇機會買，因為我個人認為佢高過10萬已經係非常之唔合理嘅，根本上係非常之貴。而且 Bitcoin 最重要嘅問題就係佢係一個非常之多槓桿，因為佢嘅資金量遠遠比股市係少嘅所以呢係好容易俾一啲大戶操縱，加上佢嗰個供應係有出現呢個貨源歸邊，有好多你唔能夠好容易數到飛嘅情況呢，所以 Bitcoin 呢係非常之困難嘅。如果我哋睇12.8萬跌就大概你去到呢最高位12.8萬，即係去到6萬蚊美金度呢，你就可以視乎佢跌咗一半啦。最好當然梗係越低越好啦，係咪多多益善啊？不過通常人嘅心性呢，就係話，喂跌到去好低嘅位置，我都係會好驚係嘛？但係Bitcoin 其實長遠嚟講，
喺個倉裏面擺1-2%，好似黃金咁樣去定位呢，係理所當然嘅，因為佢嘅應用呢係越嚟越多嘅。咁但係問題係佢唔係好似黃金咁可以擺落去，跟住呢，佢呢個價格呢係比較 stable 啲嘅，佢係絕對唔 stable 嘅。你唔好以為你今日擺懟咗買咗好多之後呢，佢可能呢過多幾個月之後呢，其實呢個價值係會跌咗3-4成，係唔係一個好 stable 儲存價值嘅一個 item？ 但係佢係一個投機性嘅 item。如果你可以從呢個計算嘅話，納斯達克指數同 Bitcoin， 納指從最高位置係跌咗8.幾個 percent， 但係 Bitcoin 已經跌咗30%。你又可以睇到，當然 Bitcoin 佢今年嘅升幅從年頭佢都係最高嘅時候係都高過納指嘅，但係問題係佢跌起上嚟一樣係勁過納指同埋標準普爾500指數，所以大家會明白就係，你買入一樣嘢，唔該你必須要了解佢嘅本質。本質就係我呢個 channel 經常講嘅 nature， 就係你一定要知道你究竟搞緊啲乜嘢嚇，係嘛？你世間上你投資，你基本上你唔去了解，你就好似一個傻仔咁樣，突然間掉晒錢落去。點解？因為隔離阿小明同你講，因為呢樣嘢呢會升到2萬，但係你完全冇用個腦去諗嘅喎，係嘛？你辛辛苦苦日日營役翻工翻成10幾20個鐘頭，日日揾錢咁鬼辛苦，但係你呢聽到一個可能或者一個網上 KOL 完全唔識個叫你入金又好 whatsoever， 叫你見到好高啊，可以再買啦，買完再升啊。大佬，你唔用個腦，呢個世界冇人幫到你，你唔用腦，輸咗錢與人無有。我係講到有啲激動，但係因為呢個世界實在太多呢啲人啦，根本上係完全唔去睇清楚啲嘢，所以係冇辦法嘅。Bitcoin 個情況就係將會提高佢波動性，你見到佢波動性咧一路更加高，而 Bitcoin 已經係今日貨幣裏面最高穩定性㗎啦，唔計穩定幣。你見到 Ethereum 本來係炒到飛天，咁快已經跌穿3000蚊啦，真係非常之快。所以其實加密貨幣並冇避風港，你買得就必定要明白佢係有極大波動性。今日講咗4樣資產，4個股指1個資產啦。今日嘅分享大概到呢度先。如果大家中意我分享嘅話，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